完美的時間表，作者青蘋果，愛曼文靈修分享。我們知道神使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呢個係聖經嘅提醒，係神嘅話語嘅啟示。我哋嘅神有能力洞悉一切嘅細節，以便安排你人生計劃俾你嘅最佳嘅結果。佢能夠為每一個人嘅時間安排最佳嘅安排，因為佢嘅意念高過我哋嘅意念。你可以向佢禱告，但係讓佢為你嘅祈求提供最好嘅安排。正如主耶穌基督嘅救恩係俾你最完美嘅禮物。如果你相信主耶穌基督嘅話，你就能夠得到救恩同埋佢無條件嘅愛。呢個係對你今生同埋來世都有益處。研讀一下聖經啦，學習點樣先得到呢份特別嘅恩典，特別係對真誠悔改嘅人係特別係有效嘅。上帝嘅時間係最完美嘅。呢句話反映咗一個神學信仰，即係上帝對事情有一個神聖嘅安排。呢件事件會喺恰當嘅時刻展開，以達到最終嘅善。即使嗰個時刻並非立即發生，或者對人類而言係顯而易見，呢一種信仰通常源自聖經，例如傳道書嘅3章11節係咁樣寫嘅：他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以及以賽亞書55章8至9節係咁樣寫嘅：我嘅意念非同你嘅意念，非同你們嘅意念，我嘅道路非同你們嘅道路。相信上帝嘅時間安排會鼓勵耐心、信心，並且相信延遲或者繞道係為咗喺佢最完美嘅計劃中實現最高嘅目的。最親愛嘅天上阿爸父，感謝你。我知道無論喺咩情景之下，我都要有信心等待你俾我最佳嘅安排，因為只有你先知道呢個世界上面最好嘅安排對我嚟講係邊一種嘅結果，而我自己係未知嘅。好多時係要經過時日嘅訓練，然後我哋先知道你嗰個先係最好嘅安排。求你讓我賜智慧俾我，讓我明白你嘅計劃，讓我知道你嘅慈愛，讓我明白你時時刻刻都為我做最好嘅準備。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阿門。各位網上面嘅朋友同埋主內嘅弟兄姊妹，如果你哋有感動嘅話咧，就俾個 like 我啦。如果你覺得可以同朋友分享咧，就撳 share 啦。如果你覺得想知多啲愛萬民靈修分享嘅小道理嘅話咧，就撳右下角嘅鈴鐺，免費訂閱神嘅平安頻道啦。願神大大嘅祝福你，再見。